親愛嘅青年朋友，親愛嘅弟兄姊妹，今日嘅禮儀將3位偉大嘅信德見證人呈現喺我哋面前，係由耶勒米亞先知、聖約翰洗者啦，同埋聖亞豐索瑪利亞利古尼，就係今日我哋所慶祝嘅主教聖師紀念。雖然佢哋生活喺唔同嘅歷史時代，但係都係同樣懷住同樣嘅信念，就係將天主放喺生命嘅首位，先至能真正咁獲得自由，並享有內心深刻嘅喜樂。正如我哋所聽到嘅，耶勒米亞因為宣講令人難以接受嘅説話而受審，但係佢冇妥協，佢亦都冇淡化天主交俾佢嘅信息，而係坦然咁講，係上主派遣咗我。隨後佢又以好深沉嘅內心嘅平安咁話：看，我喺你哋手中，你哋睇點樣好，點樣對就怎樣待我吧。呢個正正係屬於一位深知自己生命首先係屬於天主嘅人嘅平安。聖約翰洗者同樣係為自己嘅忠信付出咗代價。佢直接咁話俾黑落德呢個君王嘅權力並唔係高於天主嘅法律，因為佢咁講，所以佢被囚禁起嚟，最終仲被斬首殉道添。驟眼睇嚟，似乎係黑落德獲得咗勝利，但係福音就向我哋揭示咗完全相反嘅事實。黑落德雖然身為君王，但係就成為咗自己私欲、驕傲同埋人情世故嘅奴隸。而約翰雖然失去咗生命，卻始終保持住內心真正嘅自由。因此，今日嘅天主聖言都向我哋提出咗一個決定性嘅問題：究竟係咩嘢使我哋真正嘅自由呢？係成功？係其他人嘅接納？定還是係安逸富足呢？定還是係他人對我哋嘅評價？定還是係對福音嘅忠誠呢？親愛嘅青年朋友，呢個問題對於聚集喺呢一次青年節嘅你哋係尤其重要嘅。教宗良14世喺特別寫俾你哋嘅信息當中，提到呢一屆青年節嘅主題，回到泉源，就係提醒我哋呢個泉源就係耶穌基督。At fountain 就係返到去泉源嗰度。
因此，聖父邀請你哋藉住祈禱、聆聽天主聖言，同埋領受聖事，去重新發現同耶穌呢個個人相遇嘅喜樂。因為只有佢先至能夠解除人心裏邊最深嘅渴望，亦都只有佢能時時賜予我哋重新開始嘅力量。親愛嘅青年們，我哋生活喺一個充滿好多幸福假象嘅文化當中，裏邊有要快速嘅成功啦，媒體嘅關注啦，財富嘅擁有啦，短暫嘅享樂啦，以及對於新鮮刺激嘅事物不斷咁去追逐，呢啲都係極具誘惑力，但係卻往往使人嘅心更加乾渴。因此，教宗勸勉你哋唔好滿足於轉瞬即逝嘅幸福，而要真誠咁追求嗰唯一能夠使人獲得自由嘅真理。呢番話正好詮釋咗我哋剛才所聽到嘅福音。約翰洗者，佢寧可失去生命，都唔願放棄真理。相反咁，克洛德寧願保存自己喺人前嘅顏面，但係就失去咗良心嘅平安。今日我哋所慶祝嘅聖阿豐索瑪利亞利古尼，亦都作出咗同樣勇敢嘅抉擇。佢原本係一位備受尊敬、事業有成嘅律師，完全可以建立起令人稱羨嘅事業。但係佢明白喺人間法律之上，仲有更高嘅正義，就係去建立天主國嘅正義。因此，佢放下咗一切去追隨基督，將自己嘅一生奉獻俾最貧窮、最被遺棄嘅人。青年朋友們，呢個係幾咁有力嘅榜樣呢？俾我哋，我深信你哋當中有好多人，就如同歷來好多朝聖者嘅一樣，將會喺呢一次默主哥耶朝聖當中，聽見上主召叫你哋走向司鐸聖召、奉獻生活，或者喺世界當中慷慨咁為基督作見證。親愛嘅兄弟姊妹，聖阿豐索身為聽告解嘅司鐸同埋善牧，佢教導我哋，天主首先唔係一位嚴厲嘅審判者，而係一位滿懷慈悲嘅父親。因此，教會尊崇佢為慈悲嘅聖師。佢時時好喜歡咁講，天主鍾愛嗰啲信賴佢慈悲嘅人。呢
份信賴，並唔會降低福音嘅要求。相反，佢賜俾我哋力量，使我哋能夠活出福音。呢個亦都係教宗良14世向青年所發出嘅同一個邀請，去追隨基督。並唔係表示要逃避人生最艱難嘅問題，而係要同基督一齊走過呢一切。信仰並唔係消除人心裏邊嘅不安，而係去照亮佢。信仰並唔保證冇考驗嘅人生，而係保證天主永遠唔會離棄我哋。或者我哋當中冇一個人係會好似聖若翰洗者咁樣蒙召殉道，亦都未必會好似耶勒米亞先知咁樣去遭受迫害。但係每一日，我哋都被召叫去活出一種忠信嘅小殉道，係以愛心去講真理，係去保持純潔嘅良心，係妥協更容易時候都能夠仍然誠實正直。喺懷恨嘅時候，係更簡單咁樣，仍然去選擇寬恕。即使福音同今世嘅精神背道而馳，亦都依然能夠選擇基督。當信仰遭受譏笑嘅時候，宗教聖物受到褻瀆，敬禮天主嘅場所遭受到暴力同埋褻聖行為嘅時候，咁樣嘅忠誠就顯得更加重要。呢啲行為不僅僅傷害信友嘅宗教情感，亦都損害咗人類共同珍視嘅價值，就係宗教自由、對神聖嘅尊重以及人嘅尊嚴。最近喺默主哥耶所發生嘅破壞同埋褻瀆事件，都讓我哋深刻咁感受到呢一份傷痛。係正正係咁樣嘅處境當中，基督徒蒙召唔係以仇恨或者報復去回應。而係以福音嘅溫柔而堅定嘅力量，喺愛當中去見證真理，喺正義當中去實踐寬恕，喺和平當中去懷抱希望。最後，親愛嘅青年朋友，親愛嘅弟兄姊妹，今日禮儀裏邊嘅信息
同聖父嘅教導匯聚成一個邀請。呢個邀請就係回到泉源，回到基督，因為只有佢先至能夠解除我哋內心最深嘅渴望。回到佢嘅聖言，因為佢嘅話係照亮我哋道路嘅明燈。回到聖事，因為聖事係永不枯竭嘅恩寵泉源。回到祈禱，因為冇祈禱，信德就會逐漸衰弱，終至熄滅。讓我哋懇求聖阿豐索瑪利亞利古利的轉求，為我哋求堅定嘅信德，受真理光照嘅良心，同埋一顆向基督慈悲敞開嘅心。願至聖童貞瑪利亞和平之後，呢一位不斷喺呢一片土地召喚世界歸依、祈禱同修和嘅慈母，陪伴我哋每一位嘅人生旅程，使我哋都能成為佢聖子嘅真正門徒，成為締造手足情誼嘅人，並且能夠孜孜不倦咁樣去促進和平。以耶穌基督嘅聖名同埋聖母瑪利亞嘅代禱，願天主受光榮。阿們。